嗱，跟住去到 B part 嘅時間咧，佢又想同你玩一樣嘢叫做 locus 軌跡啦。嗱，locus 軌跡佢又想點啊？今次佢就話呢個世界上有個叫做 P 點 moving point 嚟嘅。嗱，識得喐就知道揾佢嘅軌跡㗎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就話咧造就到一件事就係叫做 AP 等於 GP， 就要求你去揾翻呢一個所謂嘅軌跡嘅方程出嚟。咁我哋話咧，其實咧都係3個 step 嘅啫。咁啊，今次就第3個 step 都係廢嘅添。咁啊，step 1先啦，就係問乜嘢 let 乜嘢。你問我 P 點嘅軌跡，我就叫佢做 XY。OK。咁啊，step 2咧，我嗰陣時點教㗎？就係叫做翻譯 AP 等於 GP。嗱，其實好鬼易啫。你而家兩點揾距離，咪就係 x 減6個二次，再加 y 減11個二次嘅開方，就會等於 x 個二次，再加 y 減3個二次嘅開方。嗱，事實上嚟講，距離等於距離就列到呢條式。我哋成日都話㗎啦，所謂嘅 locus 軌跡咧，就係揾緊 x 同埋 y 嘅關係。事實上你已經揾到啦，你只不過爭執靚個動作啫嘛。咁我哋就全式二次咁就爆括㗎啦。x 二次減12x 再加36，再加 y 二次減22個 y 再加121，就會等於 x 二次再加 y 二次減6個 y 再加9啦。嗱，擺去嘅時間咧，有好多嘢約得㗎。兩個 x 二次約咗，兩個 y 二次約埋，其他嗰啲嘢咧就自己執位啦。負12個 x， 嗱呢度掉過嚟，咁啊即係變咗做減14個 y， 仲有個數字36加21，再減翻隻9，加148咧就等於0啦。148咧除4都除得到嘅，全式就除負。4都唔得喎，除負2啫喎，除負2。如果除負2嘅話咧，咁你計落去嘅時間咧，我哋就咪先啊 y 嗰度咪計錯咗，負22再加6咧係16喎，呢度唔好意思，16嘅。咁所以呢個除負4，除負4先至正確嘅。嗱，如果除負4嘅話咧，咁我哋就會計得到咧，呢個係3x 再加4y， 148除4咧就叫做減37咧，就會等於0啦。呢個咧就係佢哋嗰個嘅 locus 軌跡嘅位置啦噃。